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阿明。今日要講嘅呢個故仔係我上個月返鄉下，喺村口嗰棵大榕樹底下聽一個80幾歲嘅阿婆講嘅。佢話呢件事係真㗎，就發生喺佢哋村，離我哋呢度大約200里路。阿婆啲牙都甩晒，講嘢流風，但我聽得鬼咁認真，因為佢講黑眼都紅埋。話嗰個女仔佢細個抱過，睇住佢大，睇住佢受苦，又睇住佢飛上枝頭變鳳凰。我聽完之後返嚟諗咗好耐，覺得呢個古仔唔講出嚟，對唔住我自己，更加對唔住嗰個叫阿珍嘅女仔。咁我哋由頭講起，呢條村叫柳塘村，地名有來由嘅。好多年前，呢度本係一片爛泥塘。後來有人喺塘邊種咗一排柳樹，柳樹生得越嚟越靚，越嚟越茂盛，慢慢就有人嚟起屋住，一代一代落嚟成咗一條村。條村唔大，100戶人家，加埋都唔夠500人，90以上姓陳雜幾戶外姓都係以前逃荒或者避難嚟嘅。村嘅格局好簡單，一條黃土路由村口通到村尾。路兩邊係一間間土坯房，祠堂喺村中間最大嗰間屋，門口2隻石獅子，雖然俾風雨侵蝕到面目模糊，但威嚴仲喺度。村口嗰棵大榕樹係成條村嘅地標，真係大到你不信。10個大人手拉手都圍唔埋個樹幹，樹冠遮天蔽日。夏天全村人搬凳仔去樹底乘涼，冬天喺樹底曬太陽。呢棵樹見證咗村入面幾代人嘅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。阿婆就係坐喺呢棵榕樹底下同我講呢個故仔嘅。佢話嗰日都係秋天，日頭唔猛，有風，榕樹枯飆飆下。佢嗰陣先10幾歲，就坐喺而家呢個位置，親眼睇住一切發生。嗰日嘅風有啲涼，又有啲燥，吹起地上嘅黃沙，打得人面痛。天色灰藍藍嘅，好似想落雨又落唔出。成條村籠罩住一股怪怪嘅氣壓，好似有啲嘢就快發生。阿婆瞓起對眼，好似仲感受緊嗰陣風。佢講嘅有啲嘢就係阿珍嘅故事。而阿珍全名叫林阿珍，佢阿爸叫林大柱，係逃荒嚟嘅外姓人。佢阿媽秀蘭係格廉楊家坳嘅女仔。林大柱為人勤儉話少，但手腳麻利，跟村入面老木匠學咗一手好手藝，後來做咗柳塘村唯一嘅木匠。佢手工靚，收費公道，格廉幾個村嘅人都會嚟揾佢，所以雖然係外姓，但都企得住腳。秀蘭嫁過嚟之後，賢惠得不得了，一手賜人出神入化，村入面啲姑娘爭住跟佢學。但佢有個心結，生咗阿珍之後就再冇開過懷。祠堂班族老表面唔講，背後有閒言閒語。秀蘭聽喺耳入面難受，但從來唔喺阿珍面前表現。佢將所有心思擺喺阿珍身上，教佢心花持家做人。阿珍呀，女人呢一世最緊要係有自己嘅本事。你第日嫁咗人，老公對你好係你福氣。對你唔好，你都要靠自己企得穩。呢句說話，阿珍記咗一世。阿珍由細就靚，清清淡淡，睇落好舒服。但最出色嘅係佢對手。由6歲跟阿媽學刺繒，學咗10年，青出於藍。佢生嘅人夠羽毛，根根分明，啱嘅牡丹花瓣層層疊疊。村入面都話佢對手生來就係食啱花飯嘅。阿珍同陳文婉嘅婚約係6歲嗰年定落嘅。陳文婉阿爸死得早，得阿媽一個男落大，日子過得緊過阿珍。但陳文婉自細聰明，先生教嘅書讀2次就背得佢阿媽望住個仔，心入面有團火，要供佢讀書，將來考功名。但錢呢，佢捱咗幾年，實在捱唔住，硬住頭皮去揾林大柱借錢。林大柱諗咗一陣話：錢我冇乜，但阿珍每個月啱花都有收入，不如咁，文婉讀書嘅紙墨我包咗，你唔使還。
當係兩家結個親。陳文婉阿媽聽到呢句話，眼淚話一聲流出嚟，拉住林大柱隻手，又喊又笑。就咁樣，兩個6歲嘅細路喺祠堂門口拉咗線，拉呀上吊100年，唔准變，童聲清脆，風一吹就散咗。但阿珍記住咗往後8年，阿珍每個月啱花換錢買紙買麥送去陳文婉屋企。陳文婉嘅學問越嚟越好，先生讚佢可造之才。阿珍有時去送紙麥，撞到佢喺門口讀書，佢會放下書笑住嗌一聲阿珍。阿珍低頭應一聲，面有啲紅。兩個人企喺門口傾幾句，陳文婉會同佢講書上嘅故事，講得眉飛色舞。阿珍聽住笑住，心入面好踏實。佢嗰陣覺得日子雖然窮，但唔使驚，因為佢同陳文婉嘅將來會好好嘅。可惜將來呢樣嘢從來都唔會跟住你嘅計劃行。阿珍16歲嗰年，變故嚟得好突然。嗰年秋天雨水特別多，一連落咗成10日，天好似穿咗窿。林大柱接咗單生意去墟鎮打家時，因為人家催得緊，趁下捉雨勢細咗少少，就擔住把舊油紙衫出咗門。阿珍幫佢甩好衣領，阿爸小心啲路滑。林大柱笑住摸摸佢個頭，得啦，阿爸行咗幾10年路，聽日就返。但佢冇返到嚟。第2日雨仲係落，等到天黑都唔見人。第3日都係冇返。秀蘭着急到坐唔住，託人去墟鎮打聽。打聽嘅人返嚟話，林大柱做完嘢趕返屋企，半路遇上大暴雨，山洪暴發，淹咗一段路。有人見到一個男人喺水入面掙扎，但水流太急救唔到。秀蘭聽到消息，成個人軟晒，跪喺地下，喊都喊唔出聲。又過2日下游有人發現浮屍，官府通知去迎屍。阿珍一個16歲女仔，強忍住眼淚，跟住村入面2個後生仔去咗下游。佢見到嗰具屍體嗰陣，雙腿一軟，跪咗喺地上。嗰個人全身祖幔，面目模糊，但身上着住秀蘭親手縫嘅衫，領口生咗個林字。阿珍認得阿爸嘅身形，手上嘅老曳，腰間嘅龍刀。佢跪喺度喊到聲都裹埋。阿爸嗰聲喊劃破河邊寂靜，佢呢一世都未試過咁痛。林大柱嘅喪事係村入面幫手搞嘅，棺材係佢自己做嘅，本來放喺屋企話第日自己用，點知咁快就用上秀蘭，成個人生晒。由林大柱走嗰日起就冇好過，茶飯不思，1個月之內瘦到得棚骨。阿珍一邊料理後事，一邊照顧阿媽，日日煮粥餵佢，幫佢抹身換衫，同佢講話：阿媽，你食啲嘢啦，你唔食身體頂唔順㗎。阿爸走咗，我剩返你一個啦。但秀蘭望住個女，眼入面嘅光一日比一日暗。佢有時捉住阿珍隻手，細細聲講：阿珍，你阿爸嚟接我啦，我見到佢喺門口等緊我。阿珍揾咗郎中嚟，郎中把過脈搖頭。呢位阿嫂嘅病唔係食藥醫得到，佢心死咗，神仙難救。3個月之後嘅一個夜晚，秀蘭喺瞓夢入面走咗。佢走嗰陣，手入面仲捏住林大柱留低嘅一把木梳，面上帶住微笑。阿珍第2日天光醒嚟，發現阿媽成個人凍晒，佢坐喺床邊，喊都喊唔出，就咁坐咗成日，坐到祠堂嘅人嚟拍門，先至好似靈魂歸位咁慢慢企起身。阿珍一夜之間變咗孤兒，嗰段日子係佢成世人最黑暗嘅日子。佢唔想見人，唔想講嘢，成日一個人坐喺屋企，望住阿爸打嘅台，阿媽用過嘅針線籃，望望下眼淚就無聲無息流落嚟。但佢記住阿爸臨走前講嘅話，嗰日林大柱出門前捉住阿珍隻手，好認真咁講。阿珍記住阿爸一句話：呢個世道拳頭硬不如命硬，命硬不如心硬。你第日一個人
要撐住阿珍企喺阿爸阿媽靈位前，點了3炷香，深深鞠躬，然後抹乾眼淚同自己講：林阿珍，你以後唔准再喊。4阿爸阿媽走後，第3個月祠堂嘅人嚟咗。嗰日下，阿珍正喺屋企興花，忽然聽到腳步聲，抬起頭就見到陳萬山帶住3個族佬行入嚟。陳萬山60出頭，身材矮胖，面上常年掛住慈祥笑容，但識佢嘅人都知呢個人笑面虎嚟㗎。佢做咗30年族長，柳塘村嘅公田公產全部經佢手，話一冇人敢話二阿珍呀。陳萬山坐低捋住膚，喺度能花手藝越嚟越好喎。我哋今日嚟係有啲事想同你商量。阿珍放下針線，心入面打咗個突，但面上冇露出嚟。係咁嘅，你阿爸阿媽都走咗，你一個女仔，冇父冇母冇兄弟，我哋祠堂長輩睇到好心痛。不過呢，你一個女仔攞住咁多田地都唔係辦法，你又唔識耕田，唔識打理，不如祠堂幫你暫時保管住，等你第日出嫁封翻封體面嫁妝俾你。阿珍望住陳萬山對眼，見到入面嘅慈祥底下有樣嘢貪婪，但佢一個16歲孤女，對住成個陳氏祠堂，對住成條陳姓嘅村，佢冇得爭，亦爭唔贏族長。我阿爸啲田加埋5爭，仲有村口間鋪，你話暫時保管，第日點樣封翻俾我？陳萬山笑容僵咗一僵，同隔籬3個族佬交換眼神，然後哈哈笑。你放心，祠堂有規矩，到時封10兩銀嫁妝加2擔過，風光光送你出門。5爭水田2爭旱地1間鋪面換10兩銀2擔過。阿珍心入面冷笑，但面上平靜，好得一個字。佢執起毛筆喺每一張地契上面簽咗自己個名，手好穩，一啲都冇震。陳萬山收好地契，笑住起身。阿珍真係懂事。第3，阿珍企喺門口望住佢哋背影行遠，秋風真起落入打喺佢面上，佢冇眨眼。佢行到阿爸靈位前，點咗3炷香，細細聲講：阿爸，你唔好怪我，我知啲田係你嘅心血，但我守唔住。佢哋人多，我得一個爭唔過，但我應承你，總有一日我會攞翻屬於我哋嘅嘢。香煙翻上升，阿珍企喺靈位前面，腰板挺直。從呢一刻開始，佢嘅心要硬過石頭5。好彩阿珍心入面仲有一個人，陳文遠。阿珍同陳文遠由細玩到大，青梅竹馬，2個人都係窮，都係冇咗姥姥，都係靠阿媽一手面流大，太明白對方嘅苦，所以更加珍惜對方嘅好。阿珍仲記得10歲嗰年夏天，佢同陳文遠去塘邊捉魚，阿珍唔小心跣腳跌落池塘，佢唔識游水，係咁掹扎飲咗幾口水，諗住死啦死啦。然後佢見到陳文遠跳咗落嚟，佢都唔識游水，但一手拉住阿珍手臂，死命扯向岸邊，扯到成塊面通紅，最後終於將阿珍拖到淺水區。2個細路爬上岸，喺草地上氣喘唔願。陳文遠成身濕晒，但笑住講：冇事啦，有我在。阿珍望住佢，又喊又笑：你傻噶，你都唔識游水。我見你跌落去，點諗到咁多？嗰日嘅太陽好猛，曬喺2個濕立立嘅細路身上。阿珍記住咗陳文遠嗰句有我在呢句話，佢信咗8年。後來陳文遠阿媽都走埋，佢阿媽對眼原本就唔好，後期差到幾乎睇唔到，但仲係捱住幫人洗衫縫補，一心想供個仔讀出頭。可惜身體捱唔住，有一日暈咗喺河邊囊中，話積勞成疾，5臟6腑都拉晒，冇得救。陳文遠跪喺床前，拉住阿媽隻手，喊到聲都變晒。佢阿媽臨走前用力開眼：文遠，你要爭氣，考功名，光宗耀祖。然後手就凍咗嗰幾日。陳文遠將自己關喺屋企，唔食唔飲唔瞓，塊面灰過死人，敲門都唔開。
阿珍煲咗粥，企喺門口敲咗好耐，入面終於傳來把聲牙過沙子：你走啦，我想一個人嚟，唔開門。我唔會走。又隔一陣門吱呀打開，阿珍見到陳文遠嗰陣，差啲嚇到跌碗。3日唔見，瘦到兩座噏晒眼，窩心冚，嘴唇乾裂到流血，好似一具會行嘅枯屍。阿珍拉住佢隻手，拖佢坐低，將碗粥推過號：你食啲嘢，我唔想食。你唔食身體會頂唔順，頂唔順就頂唔順。阿媽都走咗，我得返一個人。阿珍望住佢細細聲講：你唔係一個人，你仲有我。陳文遠抬起頭，眼入面終於有咗一絲光。佢接過碗，一邊食一邊喊。食完之後拉住阿珍隻手，把聲沙晒：阿珍，你係我恩人，你等我考到功名，我一定好好報答你。我陳文遠對天發誓，今生今世絕不負你。嗰日嘅陳文遠眼入面有火，講嘅每隻字都好真。阿珍信咗。今年開春，陳文遠要上京赴考，盤洽唔夠，阿珍將自己印花儲咗幾年嘅積蓄10幾兩銀，全部用布包好交俾佢，又熬咗成夜，用最後1厘靚布頭縫咗件新棉襯。臨行前嗰晚，阿珍幫佢甩好衣領，路上小心唔好凍親，病咗要睇郎中。陳文遠笑住打斷佢：你幾時變得咁長氣？我擔心你嘛。佢摸住阿珍頭髮，把聲好柔：等我返嚟。然後轉身大步行出門口。阿珍企喺門口望住佢背影，着住新棉袢，背脊挺直，一路行向村口。佢企到佢變成小黑點，消失喺山路轉角，雙腿避晒先，慢慢行返屋企。佢坐喺生架前面，開始啱嫁衣，紅心紙面，金線滾邊，領口甚啱勾。佢一邊行一邊笑，心入面諗住陳文遠返嚟嗰日嘅畫面。佢等咗呢一日，等咗好耐好耐。佢以為就快等到了7阿珍，等咗大半年。佢每日天唔光起身，啱花啱到月亮出嚟，留好多時間啱自己件嫁衣。嫁衣撳好大半，啱埋牡丹並蒂蓮，一針一線都係心意。佢有時將嫁衣甩喺身上，對住銅鏡時，轉咗轉右，笑得好甜。田入面嘅禾由青變黃，又割晒，村口柿子紅咗，又跌晒落地。阿珍成日企喺村口望住嗰條山路，望到頸都長。終於有一日，有人由墟鎮返嚟，帶咗個天大喜訊：陳文遠高中探花，第3名，全村勒動，祠堂敲鑼打鼓貼大紅榜。陳萬山笑到見牙唔見眼話：陳家出咗狀元公。阿珍企喺人堆入面，聽到呢個消息，眼淚嘩一聲湧出嚟。佢等嘅人出頭啦。佢跑返屋企，打開木箱，拎出阿媽留俾佢嘅唯一一支銀簪，簪頭雕咗朵梅花。佢從來捨不得戴，佢捏喺手入面嚟回摩挲。聽日要去墟鎮用支簪打一對新耳墜，等成親嗰日戴。佢冇諗到佢嘅嫁衣永遠都蝕唔完。第二日天光，阿珍換上過年都唔捨得着嘅藕荷色褂子，梳好頭，等陳文遠嚟接親。等咗成朝，等到日頭曬到正頭頂，都冇等到人格念陳伯個孫仔跑嚟。阿珍姐，文遠哥叫你去祠堂。祠堂？阿珍心入面有種唔安。佢快步行去祠堂門口，企滿晒人。啲人望住佢嘅眼神，古古怪怪，有同情，有憐憫，有睇戲，有幸災樂國。佢行到祠堂大門口，停低腳步，嗰度企住2個人，一個係陳文遠，着住馬新寶藍色暗花柳袍，腰掛白玉蓬，頭戴落金方巾，下巴微微抬起，眼神入面有種佢從來冇見過嘅嘢，高高在上。佢身邊仲企住一個珠光寶氣嘅小姐，一身那羅野柳，頭上金步搖，耳墜明珠，手腕翡翠洞。身後丫鬟婆子跟咗一串。陳文遠見到阿珍，由袖中摸出一隻錢袋，隨手掟喺佢腳前，咚一聲，至少有10兩。阿珍，
我而家係天子門生，朝廷命官，前途無可限量。你一個冇父冇母嘅孤女，命格又硬襯我，唔起我哋嘅婚約，由今日起作廢。呢兩個字好似兩把刀插喺阿珍個心，但佢冇喊，望住陳文遠，把聲好平靜。你當初話高中就娶我，呃我㗎？陳文遠皺眉，身邊小姐扯佢衫袖，細細聲問：呢個就係你講嗰個村姑？佢即刻換上討好笑容，對小姐點頭，然後轉頭望住阿珍，表情冷落嚟。你唔好唔識好歹，你嗰種命格娶你返屋企，我嫌命長錢，你攞住，以後搵個老實人嫁咗佢，唔好再嚟搵我。你阿媽走嗰年，你3日3夜冇食嘢，係我端粥俾你。你話今生今世絕不負我，你記唔記得？陳文遠面色一變，春蘭即刻擰轉頭，眼角大笑，但眼神冷過冰。文遠，你仲有呢段古仔㗎？點解冇聽你講過？陳文遠慌到連連擺手，冇。春蘭，你唔好聽佢亂講，細路仔時候嘅事算唔得數。跟住佢轉頭望住阿珍，眼神入面多咗樣嘢，嫌棄。阿珍死夠啦！我而家嘅身份同你一個村姑係兩個世界嘅人，你識趣嘅攞錢走人，大家都有面兩個世界。阿珍重複呢4個字，心入面苦過黃連。佢望住陳文遠，覺得呢個人好陌生，明明識咗20年，但可能從來都冇真正識過佢。佢轉身想走，陳文遠喺背後嗌住：阿珍，我已經幫你安排好啦，村東頭嗰個林書生，你嫁俾佢啦。全場哇一聲炸開。林書生，村入面邊個唔知佢係個瘸子？3年前從外鄉嚟，拄住木棍，行路一拐一拐，冇田冇地，冇親冇故，住喺村東頭爛屋仔入面，買米都要勁數。陳文遠將阿珍嫁俾佢，唔係幫佢，係要節育佢。陳文遠，阿珍終於轉翻身，把聲好低。你知唔知你喺度講緊乜？陳文遠攤開手一念：我為你好。阿珍，你一個女仔冇父冇母，點過日子？林書生雖然窮，但都係讀書人，你嫁俾佢有個人照應。春蘭掩住嘴笑：係咯，一個跛腳窮孫，一個曲親孤女，天造地設啊嘛。周圍有村民睇唔過眼，細聲議論文遠咁做太絕，但更多人係喺度偷笑。阿珍望住呢啲面孔，全部識嘅。佢阿爸幫過佢哋打家世，佢阿媽幫過佢哋帶細路，佢自己幫過佢哋新鞋面。而家佢哋企喺度睇住佢俾人羞辱，冇一個人出聲幫佢。佢忽然之間明晒阿爸嗰句話：呢個世道你唔心硬，就會俾人食到渣都冇。阿珍彎低腰，拎起腳前嗰袋銀，掂一掂10兩有多。佢收好，抬起頭望住陳文遠，眼神平靜得嚇人，好得一個字。然後佢轉身行返屋企，背脊挺直，頭都冇回拔。嗰晚阿珍坐喺油燈前面，望住閂咗一半嘅嫁衣，安神好，牡丹神好，剩低領口並蒂，連差幾針。佢摸住啲繩線來回摩挲，呢件衫佢剩咗大半年，每一針都係心意。而家唔使再剩落，佢將嫁衣搭好放入木箱底，壓喺最下面，攞出一塊新紅布，重新曬一件簡單嘅嫁衣，淨係紅布，冇花冇草，但紅色代表喜慶，佢要嫁人，着紅衫係規矩。佢散咗成夜，壓到天光。3日後，阿珍出嫁，冇花籃，冇搭，冇炮仗，冇酒席。阿珍着住件簡單紅嫁衣，企喺門口等。嫁妝得一個木箱，入面幾件衫，阿媽留低嘅針線籃，仲有嗰支銀簪。等到日頭升到3竿高，村東頭終於行咗一個人過嚟。林書生，佢着住件洗到發白嘅灰藍色長衫，三角2塊補丁補得整整齊齊，手上拄住木棍一拐一拐，身後跟住一頭受繸，佢背上架住半袋米。半袋米，呢個就係佢嘅聘禮。阿珍望住佢行近，呢個人
佢識，但從來冇認真望過。呢一刻，佢忽然留意到佢行路雖然一拐一拐，但背脊挺直，長衫洗到發白，但領口袖口整整齊齊，面上灰便白嘅，但對眼好深好深，深到好似望唔到底。佢行到阿珍面前，將半袋米搬落嚟，把聲好沉：阿珍姑娘，委屈你啦。阿珍搖頭：冇委屈，你肯要我多謝你。佢望住阿珍望咗好耐，然後點一下頭，將木棍遞俾左手，伸出右手，隻手好大，手指好長，但掌心有禮。阿珍將自己隻手放咗入去，手心好暖。佢扶住阿珍手肘，輕輕一托，阿珍就坐咗上捶背，力度啱啱好，冇人送親，就咁一頭繡出一個橛子，一個着紅衣嘅新娘子，靜靜從村尾行去村東頭，狗行到村口大榕樹底，俾人截住，女一聲馬嘶，一匹高頭大馬從榕樹後面轉出嚟，馬背上坐住陳文婉，今日着得更加光鮮，懷入面攬住春蘭，身後兩個家丁，佢居高臨下笑到得意。阿珍，你今日大婚，我特登嚟送你一程。低頭望住阿珍嗰件簡單紅嫁衣，嘴角一翹，喺件衫咁慳皮。不過呢，嫁呢種男人着乜都嘥啦。又望住林書生，林兄你好福氣啊，雖然係我唔要嘅，但你都執到寶啦。哈哈，春蘭喺佢懷入面掩嘴，笑到花枝亂墜。細路仔追住區尾嗌橛子娶親咯。阿珍轉住恩子節髮白，冇望陳文婉，輕聲對林書生講：行啦。但林書生冇行，佢停低腳步，企喺大榕樹底下。秋風吹起佢件長衫衣擺，吹起額前碎髮。佢慢慢抬起頭，望住馬背上嘅陳文婉。嗰一刻，阿珍睇到一個從來冇見過嘅林書生，背脊依然挺直，但唔再係橛子嘅挺直，而係一個企喺千軍萬馬面前都唔會彎腰嘅人先有嘅挺直。眼神好平靜，平靜到似冰山，但冰山底下有暗湧。佢鬆開咗拄住嘅木棍，木棍跌喺地上，啪一聲清脆響亮。然後佢企直咗，兩條腿穩穩企喺地上，冇晃冇抖。陳文婉嘅笑聲突然斷咗，好似俾人一刀切斷。佢瞪大對眼望住林書生嘅腿，話卡喺喉嚟講唔出。春蘭都呆咗，手中拍子跌落地。林書生冇理佢哋，轉身行到區側邊，雙手將阿珍抱落嚟。阿珍成個人僵住，從來冇俾男人咁樣抱過。佢感覺到林書生手臂好有力，胸膛好寬，隔住嫁衣感覺到佢心跳沉穩有力。佢放阿珍落地，退後一步望住阿珍對眼入面有光有火，有一種叫人不由自主想臣服嘅嘢。阿珍，你信唔信我？佢把聲好輕。阿珍望住佢對眼入面冇半點虛假，佢點咗一下頭。林書生笑咗。阿珍第一次見佢笑，笑起上嚟成塊面唔同晒，眼角細紋微微向上，有種講唔出嘅好看。然後佢轉身面向陳文婉，由懷入面緩緩摸出一樣金色嘅巴掌大嘅刻滿紋路嘅令牌，舉過頭頂，陽光穿過榕樹繞，千絲萬縷落喺令牌上面，金光三絢。令牌正面刻住三個大字，入面填咗鑑沙金吾偉。陳文婉騎住嗰匹高頭戰馬，忽然前蹄一軟，百通一聲跪咗落地。陳文婉向前一稿從馬背滾落嚟，砰一聲摔喺地上滾咗兩圈，正正跌喺阿珍腳前。落金方巾飛出去，頭髮散亂，錦袍沾滿黃土。佢狼莫爬起身，一抬頭望見嗰塊令牌，成塊面血色褪得乾乾淨淨，白過紙白過雪，全身發抖，牙關高高作響，嘴張開又合埋，後嚟發出呵呵聲，隔咗好耐先從爽之眼逼出一句話，細聲到幾乎聽唔到。金吾偉令牌，你係？林書生冇望佢，望住村口黃土路，淡淡講咗三個字，出嚟啦。把聲唔大，但清清楚楚。
一字一字好似有人喺耳邊講。話音啱落，村口山坳後面響起一陣悶雷，唔係雷係馬蹄聲，成千上萬嘅馬蹄聲。黃沙漫天贈起，遮天蔽日，灰黃色沙塵由山坳湧出嚟，好似一面巨牆壓向村口旗。從沙塵中一排排冒出嚟黑色藍金龍嘅旗藤，喺風入面針蝦作響，鐵甲反光，白茫茫一片，刺得人家唔開眼。300名金吾衛騎兵列陣而出，馬蹄踏喺黃土路上，勒龍勒龍，似戰車挪過，震得地面龍抖。佢哋甲胄齊全，腰掛長刀，手執長矛，面上貼面具，只露出一對對冷冰冰嘅眼。成條村嘅人嚇到傻晒，有嘅尖叫，有嘅抱頭蹲低，有嘅拔腿就跑。但金吾衛鐵騎已經將成個村口封到實，連趙麻都飛唔出。一個老太監着住深藍色太監袍，白面無鬚，尖嘴猴嗦腮，連爬帶滾衝到林書生面前，相隔幾步遠就孖通跪落，額頭撞喺地上，咚一聲響，把聲尖細到發昏。殿下老奴救監來遲，罪該萬死。太后急召殿下與王妃即刻回京。王妃呢兩個字一出，全場死寂，靜到聽到風吹榕樹疏嘅聲，聽到遠處堂入面嘅蛙鳴，聽到每個人嘅心跳。陳文遠真喺地上，好似俾人抽走全身骨頭。佢抬起白過紙嘅臉，望住阿珍，又望住林書生，話斷成一片片。你係王妃？你點會係王妃？春蘭已經暈過去，俾丫鬟拖住先冇跌落地。丫鬟婆子全部縮埋一罅，嚇到面青唇白。阿珍企喺嗰度，紅嫁衣裙擺隨風擺動，秋風吹起額前碎髮。佢塊面好平靜，平靜到好似面前發生嘅一切同佢冇半點關係。佢望住鑽喺嘅地上嘅陳文遠，望住呢個等咗8年、養咗8年、守過3日3夜嘅男人，心入面冇恨、冇怨，甚至冇痛，淨係覺得好遠，遠到好似從來都冇識過呢個人。佢彎低腰，由袖中摸出嗰隻錢袋，輕輕放喺陳文遠面前地上，把聲好輕好輕。陳文遠，你當初話我呢種命格，你消受唔起。你講得啱嘅。佢企直身，轉身行到林書生身邊，將手穿入佢臂環。殿下低頭望住佢，眼角帶住一絲好淡笑意。佢伸出臂環挽實阿珍回京啦。佢嘅瘸係裝嘅，窮係假嘅，落魄係一場戲。但佢望住阿珍嗰個眼神，阿珍知嗰樣嘢係真嘅。佢哋行向金吾衛馬陣，殿下扶阿珍上咗白色宣馬，自己翻身上。黑馬300鐵騎同時跳轉馬頭，馬蹄揚起黃沙。阿珍坐喺馬背上，一路向北，冇回過一次頭。後來嘅事，阿珍好耐之後先知道，陳文遠當日俾金吾衛收押，探花功名，第2日就革咗公文寫品行不端，忘恩負義，欺君罔上，永不錄用。春蘭阿爸係知縣，牽涉入呢單案，俾人參咗一本，查出貪污受賄革職，查辦家產充公。陳文遠連京城都入唔到，灰溜溜翻咗鄉下。柳塘村嘅人唔再當佢係探花郎，當佢係笑話。佢成日飲酒，醉咗就喺大榕樹底下喊住嗌阿珍個名，但阿珍聽唔到。阿珍跟殿下翻到京城，先知道佢真正身份。當今聖上第8子，封號賢王。3年前因為朝中有人加害，扮成落難書生避入柳塘村，一邊養傷一邊等京城接應。佢嘅腿傷係假嘅，窮困係假嘅，落魄都係假嘅，但佢對阿珍嘅心意係真嘅。阿珍問過佢點解娶佢，嗰陣殿下正批公文，聽到阿珍問，抬起頭笑得好淡。你喺祠堂門口彎腰執起嗰袋銀嗰陣，我就知你呢個女人，我要咗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咁簡單。佢放下筆，行到阿珍面前，低頭望住佢。你知唔知嗰日我企喺人堆入面，睇住你俾人退婚，俾人羞辱，
你一滴眼淚都冇流，你彎腰嗰陣背脊係直嘅，你講嗰個好字斬啱截鐵。佢伸手摸住阿珍塊面，一個女人喺最大羞辱面前都唔低頭，佢值呢個世界最好嘅嘢。後來阿珍做咗賢王妃，佢冇忘記心花手藝，喺王府開咗心坊，教京城姑娘刺心手藝，傳到宮入面，太后都讚不絕口，話深宮天下無雙。殿下對佢好到，太后都話寵妻太過，殿下唔理。我等咗3年先等到一個肯喺大庭廣眾之下彎腰執錢嘅女人，我唔寵佢，寵邊個？阿珍呢世再冇返過柳塘村，但有時夜晚佢會企喺王府閣樓，望住南方夜空，諗起嗰棵大榕樹，諗起嗰頭秀綴，諗起嗰半袋米，諗起嗰個着住灰告過長衫，一拐一拐行過嚟嘅瘸子，然後佢會笑完落樓去書房揾殿下，殿下會放下公文抬頭做咩？阿珍行埋去挽住佢手臂，冇嘢，想見客你知嘛？殿下笑住搖頭繼續睇公文，但另一隻手輕輕按住阿珍搭喺佢臂彎上面嘅手，唔使講太多嘢。夠了好啦，各位，古仔講完，你可能會問阿明，呢個古仔係真定假？邊有咁啱得咁巧？我嘅答案係，嗰個80幾歲阿婆話俾我聽嗰陣，佢眼入面有淚光。佢話佢親眼睇住300個金吾衛衝入村，親眼睇住陳文婉攤喺地上喊，親眼睇住阿珍着住紅嫁，衣頭都唔回。咁跟住嗰個瘸子走咗，嗰個女仔命硬噶。阿婆抹住眼淚講，硬到天都壓佢唔住，我信佢。因為我知呢個世界最硬嘅嘢，從來唔係拳頭，係一個人心入面嗰啖氣。阿珍有嗰啖氣，所以捱過退婚，捱過羞辱，捱過全村嘲笑。佢企喺祠堂門口嗰陣冇喊，企喺大榕樹底下嗰陣冇縮。佢值得嗰啖氣帶佢去到嘅任何地方。至於陳文婉呢種人，算啦。呢個古仔入面，佢連做襯托都唔夠資格。我係阿明，多謝你哋收聽，覺得好聽嘅點個關注再走。阿明仲有好多古仔，慢慢講俾你哋聽。我哋下回再見。